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牛顿其实是个东方迷。你以为万有引力真是苹果砸出来的？真相是，当时包括9章算术在内的中国古代数学典籍已经通过传教士传到了欧洲学者圈，牛顿正是这股东方智慧热的核心人物。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牛顿亲口承认过，但当时欧洲顶尖学者组成的书信圈子确实在系统研究来自中国的知识。牛顿构建的科学体系，其内在逻辑与9章算术中的智慧高度重合。比如9章算术里的方程数提供了一套解决复杂问题的完美程序，这种结构化的数学思维和他推演天体运行的逻辑如出一辙。更绝的是，中国古代的高次开方技术，那种不断逼近真实值的算法，简直可以说是牛顿迭代法的早期雏形。科学的爆发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牛顿的伟大正是因为他站在了人类最广阔的智慧高原上，而这片高原早就包含了闪耀1000年的东方光芒。教科书只告诉了我们天才的传奇，却没讲出文明彼此照亮、共同成就的真相。你觉得牛顿的成就是否借鉴了东方的智慧？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